甲镜头刷到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今仔日邀请已经返来台湾的驻日本的代表谢长廷，针对公投的结果对咱甲美国甲日本的关系进展来做专案的报告。但是谢长廷请假无来，外交部长吴钊燮讲，因为立法院是临时来邀请，谢长廷另外有公务，并无法度来，但是有照规定来请假。 这是和国民党的调委陈以信真不满，讲立法院并无准假。另外，针对咱甲尼加拉瓜断交的这件代志，陈以信嘛讲吴钊燮一句来一句去，两个人用要呛起来。驻日本代表处大使谢长廷在哪里？请假。 我们没有准假，为什么没有来？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今日邀请外交部长吴钊燮加驻日代表谢长廷进行专案报告。谢长廷临时请假，依照规定，请假回台。那这次因为立法院临时的通知，那他有一些行程没有办法更动，所以他也向委员会请假。那涉及到公务的话，有一些机密，那我在这边不方便回答。 这个调委无法接受，利用这存的时间，命谢长廷藐视国会。这一张就是他的假单，昨天晚上8点才来，我们根本就没有准许，他为什么就可以不来？你的行程就可以排开，谢长廷代表的行程就不可以排开。驻日代表大还是外交部长大？大小不是这样子分的。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向甲咱断交，是吴钊燮任来第6个断交的国家。那也立委要求伊也负责。外交部回应讲，这是中国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 哪一个外交部长没有面对到中国大陆的打压？中国来甲咱欺负的时候，你都讲话。中华民国的罪人呢？我想委员说我是中华民国的罪人这句话，我没有办法接受。我们在前线杀敌，回到台湾来会变成罪人的话，那我想国人也会认真的来看待这种说法。你真的要自杀谢罪以谢国人？双方你来我往，充满火药味。但你现这存的时间有20分钟超过1倍。外交部嘛讲，今日进前爱撤离的尼加拉瓜主管的人员也未撤完，更加强调讲，就算友邦减少，也过台湾甲美国、日本、欧盟关系已经有明显的提升。